我印象下深的我有一摆吼，舅父个地点是伫个高速公路东港，有个差不多60岁个阿伯啊吼，我看到佢家其实扑伫个方向盘东港，吼，个头鱼动急啊，面安拍拍，规身个衫，我印象当中佢着两个白色的衫，个衫就老老，吼，像我一看是有个心肌梗塞的症状啊，嘿，家下我嫌佢我在去医院，佢家下喊讲佢唔想去医院，因为佢在台北嘛，佢讲佢差不多时间下佢是倒咧，佢想去全部卡去让去医院看，嘿，不过家下我看佢动严重，嘿，我是老佢讲，你做唔得掌握时差的，我验皮去医院，我是看麻机嘛，佢后来又上差，再去医院啦吼。差不多5分钟左右，是烫到个地保医生讲急救，家其实冇头去的，是动脚哦，差不多5分钟左右停。嗰個更加早就係清強嘅路係救唔到你。如果嗰種唔感覺唔知愛用嚟做過好嘅嘛，因為我人都係熱。大家都會覺得醫生、救護員，伊乜嘅路會曉得，乜拄到乜嘅情形，伊就係愛治愛做乜嘅。唔過人嘅人生就唔係安尼啊。尤其我救人，我覺得那個壓力會一定大。那假使你拄到也係硬唔治，愛用嚟做個好嘅時節，愛用嚟去克服嘅狀況，因為一定會有手足無措嘅時節啦。係啊，幾有用嚟克服。家下我啲做動家下，網友考嘅因為。EMTP 嘛，加上我喊的EMT2 是中級的救護員，我有一擺出去嘛吼，是拄到個孕婦急產，個成因咧係早產兒，加上我最近唔點樣慢做，因為佢講出來我看到係一隻 Q 啊，一隻 Q 是個。胎那个羊膜都还没有破啊，就是感觉上就是一颗黑黑的球。刚下最近唔知有慢做，因为受训刚下未某先生教我讲，有可用办处理安樣嘅情形。